是徐伟老师，又到了微笑生活课语的时间喽。有没有阿公、阿婆、阿爸、阿妹穷哈来学讲客话呢？有没有爸爸妈妈、外公外婆、爷爷奶奶穷哈一起来学讲客话，学讲客家话呢？徐伟老师希望大家都很认真学哦。今天要讲的呢非常有用哦，就是我们平常呢用客家话聊天啦、绘画啦，可是赶时间，赶时间的时候怎么说呢？首先，如果我们要问人家说，不好意思，你现在有空吗？这句话怎么说？跟着我来哦。歹勢，呀哈有喊嘛，歹勢，我想大家都很会学，它其实跟河洛话的拍勢很像哦，就是不好意思，歹勢，咦就是你，咦呀哈就是指现在，呀哈有喊嘛，有就是有的意思，有喊就是很闲的那个闲。再跟我念一次，歹勢，呀哈有喊嘛，你现在有空吗？好，来，再来，你也可以问人家说你赶时间吗？你这么问哦，你趕時間嗎？有趕時間嗎？咦就是你，你有沒有？趕時間其實很好記哈，趕其實就是我們說的趕一樣的趕時間就是趕時間的意思。我有我有趕時間那你有什麼事情呢？好，我們問人家有什麼事情呢？怎麼說呢？跟着我來，嘴巴睜開來，拜託求求你，有乜該事情呢？好棒，再來一次哦。有乜該事情呢？有就是有，乜該就是什麼？乜該有乜該事情呢？有什麼事情呢？好，所以你也可以說不好意思，現在剛好有事情哦，叫做歹勢呀哈拄好有事情。呀哈會了哈，這是現在，拄好就是指剛好的意思。再來一次，拄好呀哈拄好有事就是有事情的意思了歹勢呀哈拄好有事情哦。接下來要介紹一個客家俗話，叫做一樣米養百樣人。大家都吃同樣的米，只是每個人個性不同呢。一樣米育百樣人，英文叫做 so many men, so many minds。大家想法都不同了，今天就學到這個地方哦。接下來呢，許巍老師要帶着大家來複習一下今天學的生活客話。第一句話跟我念哦，歹勢呀哈有喊嘛？很好，你有趕時間嗎？有趕時間嘛？有乜該事情呢？歹勢呀哈拄好有事情。還記得我們說的那句客家俗話嗎？一樣米育百樣人，好棒哦 ！So many men, so many minds。我是許巍，下次再聊嘍，拜拜。